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好下晡。今仔日咱要再继续咱的查经，咱要来看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3节。咱将咱的圣经，咱备办咱的圣经，摕伫咱的桌面头前吼，然后咱三角来看。请咱掀开雅各书第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3节。圣经安尼讲：我的兄弟啊，恁信奉咱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毋通按着外貌款待人。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手指，穿着华美的衫，进入恁的会堂去；阁有一个爽香的人，穿着暗淡的衫也入去，恁就看重迄个穿华美衫的人讲。请你坐伫这个好位顶，阁对迄个爽香的人讲：你徛伫遐，还是坐伫我脚顶下面？这竟毋是恁偏心款待人吧？因恶意敦定人嘛？我亲爱的兄弟啊，请听，上帝竟毋是拣选了世上爽香的人，叫因伫神的顶面富足。并承受伊所应允，互迄位听伊的人的国嘛。恁反倒受了爽香的人，迄个富足的人，竟毋是欺压恁，拖恁到公堂去吗？因毋是亵渎恁所敬奉的尊名嘛。经典记着讲，着听人亲像家己。恁若全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早是好的。但恁若按照外貌款待人，便是犯罪，互律法定做犯法的。因为凡若遵守律法的，只伫一条顶面跋倒，伊就是犯了正条。原来迄个讲毋通奸淫的，也讲毋通杀人，你就是无惊奸淫，却杀人，犹原是成了犯律法的。恁既然要按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着这个律法讲话行事，因为迄个无认命人的，也要受无认命的审判。认命原是向审判来夸胜。当咱看到开始的时阵，雅各就讲：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其实你若看。规本的雅各书常常这个诗会出现，这个是作者经常一段，伊要开始新的课题的时阵，伊就安尼来用一段来用一句来称呼伊的对象叫做我的兄弟啊。伫这段内面，伫第1节，伊讲我的兄弟啊，毋通按照外貌款待人。原来这毋通按照外貌款待人是一个命令。咱会记得伫咱开始咧查考的时阵，咱讲到雅各书是一本真 practical 的册啊，就是真实际的册。咱毋但知影毋是讲真侪关于咱的教义，乃是讲到咱应该有啥物的行为。所以雅各书真注重咱基督徒。咱的行为，咱应该所着有安尼行出来。所以咱看到伫一段一本内面，虽然孤单108节内面，却有61摆会讲会什么互咱有真多的这个命令这个是其中一个。所以伊其实第2章有法通讲第1节到13节，伊主要。就是咧讲这项代志，毋通按照外貌来款待人。伫对刷落去，到第13节、第2节到13节，就是来引申、来讨论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人伊讲毋通特别毋通对什么？对好业人会偏爱，然后对爽香人会歧视会歧视。第2节到第4节就讲到。这方面毋通偏待偏款待在爽香的人，按遐将因放伫一边
然后伫第5节到第7节的时阵，伊讲当咱有安尼偏心的时阵，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然后第8节到第13节，伊讲咱应该着以这个至尊的律法来行，至尊的律法来行。所以咱开始来思考，什么叫做按照外貌呢？按照外貌来款待人。这个按照外貌，伊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夹起头来，夹起你的面来。意思就是讲按照别人你看到伊的外表，还是伊社会的地位，然后做出一款的判断，然后有一款的行为，怎样来款待伊。所以常常换到这个款待按照外貌款待常常就是有偏心、有偏见，甚至有歧视的代志来发生。其实当咱看圣经内面，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伊的诞生，然后伊的生活，甚至到伊的死的时阵，伊就是来针对这项代志。就是要将人甲人之间迄款的偏见、迄款的歧视、迄款的墙，按遐该退水该弄破该毁坏，互人有法通好好。因为每一个人伫上帝的眼中拢是平等的，伫上帝眼中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甚至上帝所疼。上帝所救赎的，咱看到主耶稣当伊出世的时阵，伊唔是出世伫一个真水的这个所在，唔是出世伫这个王宫内面，而是伫这个真好野的家庭中。咱看到伊出世伫约瑟甲玛利亚的这个家庭，有法通讲因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上帝伊无安那偏待人，伊无讲你是无好嘢，你是无钱的，所以我无你中间。咱看到耶稣，伊真做人伊卑微家己，甚至伊出世伫这个马槽内面。伫伊咧传道的时阵，特别咱看路加福音，咱看到耶稣特别按遐来照顾。伫社会顶面受人轻看的一群人，一群是啥物呢？就是双向的孤儿、寡妇特别寡妇，然后一个妇女，因为伫当初时的社会顶面，妇女实在是无地位，无地位，甚至列比所以以色列人因讲到伫因的法庭内面。如果女人按遐来做见证的时阵，因所讲的无算啥，因所讲的见证实在是无值得通辛苦的。这是当初时对女人的看法。但是咱看到耶稣基督伊却用真侪时间来甲跩叫做女人咯寡妇咯，甚至叫做罪人，还是叫做税吏。按遐来做一个，干因为上帝，是因为耶稣，伊无偏待人，甚至当伊死的时阵，伊将人甲人，是叫做外邦人甲以色列人中间的墙，按遐来拆毁。咱来三甲看一段的经文，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1到17节，第11到17节。我伫原本内面会甲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到17节，伊则讲，所以恁着纪念，恁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作无国的，这个名原是迄块。凭着人的手伫肉身顶面称作受割的人所起的，迄个时阵，恁甲基督无关。伫以色列国民以外，所应允的主约顶面是夹外人，并且活伫世上无有指望，
无有上帝。恁从前远离上帝人，如今却伫基督耶稣内靠着伊的血，已经得到称君，因为伊互咱和睦，将两个合做一，合做一啊。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家己的身躯来毁掉冤仇，就是个记载伫律法顶面的规条，要将两个借着家己组成一个新的人，安尼就成了和睦。既然伫十字架顶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互什么啊？两个归做一体，甲上帝和好，并且来传福音、和平的福音，互恁原主的人，也互迄个君主的人。这段圣经内面，甲人讲什么物？伊是用伊有几落摆讲将两个合做一啊，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伊讲将两个借着家己。组成这个什么新人，便借着十字架，互两个归为一体。什么意思啊？两个归对一体，这个两个是什么啊？两个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甲外邦人。原来以色列人因真看唔起外邦人，因为因认为因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疼的。外邦人呢，伫上帝的应允以外，因无上帝，甚至无有指望，有一个列比有列比真经安尼讲敢若是上帝要来创造犯罪外邦人呢？因为讲伫将来的黑黑内面咧焚烧的时阵，咱欠用一个叉来焚烧，所以上帝就创造做外邦人。要成做黑黑内面的做原料来焚烧的，这是因对外邦人迄款真因看起因歧视因啦。但是上帝却唔是安尼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对死来国我的时阵，伊伫十字架顶，伊就将这两个中间的这个墙来甲毁坏，然后制造了一个新的人。所以现主是伫主内面的人，无分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无分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分你的社会顶面的地位怎啊？伊的意思是啥？咱拢是平等，甚至是上帝所疼。所以雅各伫遐真强调伫第2章就强调这项代志，唔通有偏心。请问？伫咱的社会顶面，咱有看到偏心、偏见的代志无？是啊，有真多咱拢总会看到。咱伫咱的生活顶面，常常就会看到。敢若一人哪会安尼啊？哪会叫做大细目看重这个，看轻迄个？当然，真多原因，有时阵是为着贪的缘故，为着贪心，为着利益的缘故。我若交这个人较好，因为我对伊的欣赏，我有法通得到好处，我有法通得到利益。有的人认为讲，因家己敢若较优越，我比别人较高，我比别人较好，我比别人较优势，所以我就看轻别人。伫咱的社会，咱会看到伫历史顶面，咱拢有看到。咱知影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伫欧洲特别德国遐，因真什么击死跩犹太人甚至伫这个咱讲 Holocaust 的时阵伫跩纳粹的手下伊是用犹太人真侪人按遐受徛伫劳改营内面甚至因失丧因的生命按照记载讲有600万的犹太人因按遐受害无因的问题是啥物是讲因犯什么律法，还是犯什么法
无啊，是因为因是犹太人啊，因为当初是做德国人啊，因认为因是干那超越的啊，因的民族较优越啊，所以因就要来灭绝做甲无好啊，特别因真看轻做犹太人。其实毋是孤单因啊，咱若看伫非洲啊，伫中东啊，甚至伫这个早时的苏联的国土内面啊，也是常常有一款叫做什么种族灭绝的代志啊 ，genocide 毋是因干那咧个灭呢？毋是因为因创什么物件，乃是因为因是属伫无这个族类的人啊，所以人就是因为安尼就做真侪不法的代志来发生啊！伫美国当然真久的时阵伫美国有一个叫做奴隶的制度所以到现主时相款也阁有一款歧视的代志发生啊！虽然讲起来讲说无美国咱拢平等但是也阁是有啊。最近咱若看到新闻是咱若有一个亲人徛美国咱会知影有真乱因为有一位 George Floyd 伊安遐去互拼掠去的时阵有一个警察就将伊骹头夫甲跌咧George Floyd 的颔龟的顶面有差不多7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结果这位黑人伊就死去所以人就也生气因为讲什么恁是歧视阮这黑人黑种的人所以因就开始来示威来示威当然咱若看到伫美国的内战的时阵Civil War 敢若南北的战争主要是因为这个奴隶的制度今仔日我咧看新闻的时阵我伫美国的徛美国的时阵是徛 Virginia 所在有一条街叫做 Monument Avenue 因为伫迄条街内面的街中间有真侪的像有铜像咯，还是有因石头的像这是无双的一个叫做历史顶面的人物真侪是对就是美国内战的时阵因为 Virginia Richmond 有法通讲是伫因是南部的军队的大本营这个 Richmond 是因的首都所以因有一个叫做南方的军队的做将军的像伫遐，但是最近因为这 George Floyd 的代志因就讲着就将真侪做铜像着甲伊摕落来，因为这做伫南方战争的时阵战争做南方的军队因是战胜什么？因是战胜奴隶因是战胜奴隶所以讲，既然做人战胜奴隶干那要将因的铜像永远甲起来，所以因就甲车倒已经有摕差不多有3个已经去摕落来了因讲也阁有一个因要摕落来，干那真安尼呢？因为有有安尼讲因是干那？因是甲下顶的公民因是做因的仆人因是做因的仆人所以人因为按照外面外表来断定人会价值伫圣经内面咱也是讲伫教会中间，咱有看到一款偏心偏见的代志无？咱若去好好真诚实的讲有关咱会看起咱会真可惜有关咱有看起所以伫第20节到第40节咱看到雅各伊就是应该是因当初时伫教会中所有的一款的情况来做一个实例伫第2节到第4节讲啥？伊讲若有一个人带着金的手指穿着华美的衫进入到恁的会堂去，阁有一个爽向的人穿着暗淡的衫也入去恁就看当伊个穿华美衫的人，讲请你坐一个好位。
然后对个送养的人讲什么？你徛伫遐尔，还是坐伫我的脚顶下面啊？伊讲这件毋是恁偏心款待人，用恶意来断定人嘛？是，所以这个真有可能啊！这项代志啊，发生是当初时的教会内面啊。然后咱有法通看到讲，这个穿真水的衫，甲这个穿真暗淡的衫，因干啊？因是来教会来要来参加聚会，因毋是教会的会友，因为因需要什么？有人着个将报因啊，看要坐倒啦，看要坐倒啦。但是人呢？却照着因的外貌、因的清采来款待因啊。所以雅各伫遮就是讲，伊就是咧讲，恁袂做dit安尼啊，咱袂做dit安尼，因为当咱来偏待人的时阵啊，咱就什么啊，制造了分别制造了区别啊，就是讲咱家己将人家分开啊。然后咱咧断定的时阵啊，伊讲是什么啊？是按照恶念来断定啊，按照咱心内面咱家己的看法、家己的标准来啊。所以伊真侪时阵啊，这个骗待人啊，伊毋是因为目的啊，毋是因为目的啊，乃是出于内面啊，心中一款无好的心态所表现出来。这是心中罪恶的源头啊！看那人呢，因外貌来款待人呢，来论断人呢。但是咱看到上帝讲唔通安尼啊！伫圣经内面啊，上帝互人看，伊唔是安尼做啊！伫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啊，咱三合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啊，这是上帝吩咐撒母耳去告大卫要做王啊，所以当撒母耳去到大卫的厝内伊就互所以大卫的阿兄亚西的真囝一个行，对伊的面头前惊吓当伊看到伊当撒母耳看到以利亚的时阵，伊心内面就讲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的确是伊啊，兼且因为伊真了看到伊真有伊的心在规段，但是第7节讲啥？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讲：毋通看伊的外貌甲伊的身材规段，我无竞选伊啊。因为干呐？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啊，人是看外貌啊，耶和华干呐？伊是看内心啊，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当初时主耶稣本身当作是会做宗教的领袖也是按照外貌来判断耶稣。你记得因捌讲伊讲这个兼毋是查西嘛？伊的老母玛利亚兼是伫咱的中间嘛，所以伊按照在外貌来断定耶稣，因就无要来相信伊，就无要来信伊。所以人毋能用按照外貌来断定人。人也常常用什么？用过去以过去来判断伊的将来就是看因为伊过去所行的所做然后来判断伊。所以咱看到，如果上帝如果耶稣基督也是用出款的方式伊就袂竞选彼得伊就袂竞选马太马太咱知影马太是一位什么税吏伊伫当初时的社会顶面伊是一位罪人伊过去是安尼但是耶稣却看到伊的将来彼得伊是真所信的人有时阵伊无搁再经过伊的头脑伊想到啥就讲啥然后伊的心情真急但是耶稣无看伊安尼耶稣是看伊将来。当然，咱人无法通看去别人的将来怎咱也是无法通看到人心内面伊的动机是啥物但是当一个人是上帝是主所竞选的时阵咱国家着按遐用主的眼光按遐来看伊来看，因为主耶稣伊竞选了咱伊毋是看咱的过去，伊知影咱的
变做什么？其实，搁较严格的来讲啊，主耶稣啊，伫咱也未圣经讲啊，伫也创世以前啊，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啊，竞选了你，竞选了我。甚至讲毋是讲看到咱将来是毋是会相信伊，咱将来是毋是会做伊爱所做才竞选了。那是上帝啊，伫基督内面啊，因为伊的主权，伊的疼，伊竞选了咱。因为伊竞选了咱啊，所以咱有法通来信主啊，所以咱有法通来做主所爱咱做，咱有法通望主，咱互主来喜悦，因为伊会竞选先临到咱的身上。虽然耶稣也知影咱一生所行，虽然咱信主了，咱也阁是会做一个毋对的代志啊，咱也阁会跋倒，但是主耶稣犹原竞选了咱啊。咱感谢主啊！伫咱菲律宾的华人教会啊，最近这20年啊，有真大的改变啊，真大的改变啊！因为咱就较有法通接纳一个人啊，因为因过去所做，但是虽然做无好啊，虽然因所做有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但是咱知影，当因悔改认罪，因悔改，因有要改变的时阵啊，教会就有法通来接纳因啊。是的，虽然也阁无法通完全啊，但是已经比顶摆进步真多啊。愿主继续来恩待咱啊，互咱有法通，毋是按照外貌来接待人啊，毋是按照伊过去所做的因为看款待咱要论断人啊，这毋是你我的工作，毋是人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啊。咱看到伫圣经内面上帝讲到论断人的代志章咱来看罗马书第2章罗马书第2章第1到第4节罗马书第2章第1到第4节，伊讲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啥也无通推诿。你伫什么事顶论断人，就伫什么的事顶定家己会做，因为你这论断人的，家己所行的却甲别人一样。咱知影安尼行的人，上帝的确照着真理来审判你。你这个人，你论断行安尼事的人，家己所行的却甲别人一样。你以为有法通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伊丰富的恩慈、宽容、吞忍，无晓得伊恩慈是带你悔改的呢？所以圣经跟咱讲什么？咱唔通论断人。咱唔通论断人。常常有真侪人会来教会，来教会聚会的时阵咱咱有时阵咱会爱来猜测这个人干哪因来？我会记得我参加这个夏令会这个讲员讲真水互我常常会记得。伊讲人来教会伊的动机是啥物？咱唔知影，但是咱也唔通按遐来猜测，咱唔通按遐来论断，因为咱唔知影因为咱唔知影。咁所以咱有讲说我嘛知影这个人伊来是要干哪？为着要来食。这个人要干哪？为着要来得到这个物件。是的，有一个人是安尼我会记得伫美国咧牧会的时阵美国的华人教会常常就创查经班特别对这学生就是对国外对台湾咯、香港咯，甚至中国大陆来的这大学生还是这研究生要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因从拜五暗，因有一个查经所以伫查经以前因在是什么因会发落暗顿然后来邀请这些学生来参加，真侪学生会来参加，特别早期伫差不多70、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时阵会这些学生会来干那因为当初是会这些留学生因的家境唔是真好所以因伫美国咧留学的时阵因常常就去叫做打工因就去做工因就去来赚淡薄钱所以因需要
因伫钱方面啊，因就较较欠缺啊。然后因若伫学堂的时阵啊，拜九拜五，因若伫因的餐厅来食的时阵啊，大部分通常因食的皆是美国人的餐美国式的真侪咱人咱人北咱嘛爱食一个咱人的物件，但是咱人的物件你就去什么餐馆的食，中国餐馆食，但是中国餐馆你就出钱所以教会就按遐来煮真好食的这个中国的味素的菜然后来邀请，所以真侪大学生留学生因就来甚至有一个捌甲我讲伊讲伊咧读大学的时阵伊就常常来参加。干伊讲真拜五拜九拜五真无闲真闲所以拜五暗暝伊有法通 relax 有法通较轻松者然后伊拜五来教会有法通食到真好食什么中国菜伊讲哇伊真爱来食，甚至敢若免钱咱毋是反歹在世嘛真好，所以因来食。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呀，这人来是咧来食，但是这个人跟我讲伊讲我来我的动机是为了要来食，但是我来慢慢听，我互上帝得到所以我信主了现主是我来教会，无我再是食有食无食，这个是小看代志真重要是因为我得到，我爱来亲近主，我爱来甲主的话语，我爱来甲兄弟姊妹有法通团契甚至我有法通来什么传福音来邀请在无信主的在同学甲因传福音。是的，其实这讲阮捌讲一句话就是伊讲人来教会毋通来猜测伊的动机伊讲你想看卖咱每一个基督徒咱头一摆来教会的时阵是毋是为着要来找求主有几个讲说我来是因为我要来找求主，我要来亲近主。伊讲真少，咱有个人的目的目的的动机看你哪来？欠这是因为人招你你甲伊讲无要一摆两摆，你嘛歹势所以你来。所以我去教会，干那去教会？因为我从细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所以拜日时就去教会就去主日学，然后就去崇拜会就去聚会那聚会阮爸爸妈妈伫教会内面担任执事所以因去我嘛是就去。后来来到马尼拉伫加南读册的时阵咱就来中华礼拜有时阵是看朋友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来伊招阮就来，同学若无来我就真无爱来。但是慢慢当我得到的时阵无我再移拽为我的动机那是得到主的迄款的甜蜜的时阵，就愿意来。有人有时阵较衰见的教会较常会看到一个新的人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男士来参加的时阵因就讲说因这是来干欠彩是要来看咱教会的诗班看因爬起来唱的时阵因的诗班较侪个是姊妹欠彩因就是要来想看卖顾上对象。欠说有人甲伊介绍讲，阮无阮教会无姊妹袂歹你来礼拜你就有可能看到。是的，欠说有的人为着来找对象，因为因的观念内面，基督徒的姊妹真好所以伫遐来找对象。有好无？当然，咱讲这个动机毋是正确，但是主要是伊有法通来到教会。当伊来到教会的时阵，人有缘用听心来接纳伊，来关心伊，来向伊传福音，伊就有可能明白上帝，因的生命就有法通得到改变。虽然开始观念毋是反正确，但是上帝却有法通来改变伊。所以咱人若来教会的时阵，咱就用基督的听，用基督的眼光。按遐来关心伊，按遐来接待伊，
唔是看伊的外貌，唔是猜测伊的动机，甚至唔是看伊过去所做。当咱用主的疼来款待伊的时阵，伊就有法通享受主内面的温暖。伊安尼看，就看到讲哦，原来基督徒有迄款的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第五节到第7节雅各刷落去，继续甲人讲，伊讲当咱有安尼偏见的时阵其实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第5节，伊讲啥？伊讲我亲爱的兄弟请听，上帝兼毋是竞选了世上的双向的人，叫因伫信的顶面来富足嘛？伫信的顶面富足，并承受伊所应允，互迄位听伊的人的国嘛？是的，伊讲上帝兼毋是竞选了世上的双向人嘛？叫因伫信的顶面有法通富足。所以我爱问一个问题：你读的时阵有想到是毋是讲上帝竞选了双向的人？是毋是上帝无竞选，甲无爱竞选好业的人嘛？是毋是孤单双向的人才会得救？好业的人就袂得救？当然，咱知毋是安尼，因为伫圣经内面，甲伫咱的教会顶面伫历史伫基督教的历史顶面，咱看到有真侪好业的人，也是上帝所竞选的。咱看到亚伯拉罕，伊是一个真好业的人。咱看到一个约伯，伊也是一个富有的人。这是上帝主所竞选的。咱若看到是新约的时阵，主耶稣也是竞选那些啥撒该，伊是真好业的人。所以圣经真正讲呢，伊真并毋是讲说上帝偏心上帝偏心。无论咱有钱无论咱无钱，其实这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的意思是讲上帝伊无偏待跩双向的人。人虽然会甲看轻，但是上帝无，上帝有缘爱来拯救伊。咱有法通问一个较实际的问题：咱信主伫主内面做伊的兄弟，上帝有偏心无？敢若咱讲说敢若是上帝你若互伊有健康，你互我无健康。我健康安尼，我个身躯有压力。你互伊干那反什么？反缘投，反水。你互我反吸死。你互个别人的头毛反做，你互我头毛干那渐渐愈来愈少去。你互别人干那有钱，互我较无钱。互人会互无人伊家庭反好，干那我的家庭反无好。是毋是上帝安遐对人无中道呢？其实毋是。咱若看伫第5节的时阵，咱看到上帝的一个什么属性就是上帝的性格。性格是什么？是讲伊有伊的主权伊有伊的主权。伊要竞选人的时阵，这是伊的主权。然后咱看到上帝伊有恩典，因为伊白白的竞选，伊白白的救恩予咱。咱若看到伊有怜悯，伊有慷慨，因为伊叫凡双向的人，叫因伫信的顶面富足。其实毋是孤单双向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当咱信主了后，咱伫信的顶面，咱是富足。是的，上帝对待人，对待每一个基督徒无相款。咱袂做你伫遮来比较。我记得伫我咧读神学的时阵伫台湾有一摆阮伫台湾神学院的时阵，阮就专校的先生学生特别为着教会的一位兄弟来祈祷。因为这位兄弟伊真少年差不多40几岁无，伊就
伊有毒瘤啊，但是真危险，所以要为着伊基督求主特别来恩待伊，来拯救伊。干哪？因为一位兄弟啊，上帝特别使用伊，有法通伫当初时啊，伫80几年，有法通立起，有法通去到政府内面啊，特别伫军队伫军人内面啊，有法通来传福音，有法通创查经。咱就知影这个台湾的国家伊是一个较拜拜的一个国家，福音要传入去特别在政府的机构无容易啊。但是上帝特别恩待这位兄弟啊，伊有法伊有去捌到一家人啊，甚至伊有法通入去传福音。所以当初时啊，真侪人就咧讲啊，讲上帝反正会答应伊啊。如果伊若安尼好起来啊，上帝有法通更加用伊的工作啊，用伊来传福音啊，特别伫政府内面啊。所以阮就推伊基督，但是基督无偌久的时阵啊，上帝就将伊接去。所以有时阵咱问讲，敢若真啊安尼啊？上帝是毋是安遐无什么公平啊？上帝是毋是无公平？其实咱只看到一项啊，就是上帝的主权啊。上帝的主权是咱袂明白的，但是伊做是一定是做最好的。然后伫第6节、第7节，雅各继续讲，伊讲恁反倒来羞辱迄个双向的人，迄个富足的人，兼毋是欺压恁，拖恁到公堂去嘛？因毋是亵渎恁所敬奉的尊名嘛？这是讲到当初时有真侪富足的人，因为因有钱啊，因有势啊，因就常常安遐来欺压一家较双向的人啊。当然毋是讲逐个人是安尼，但是伫当初时的社会顶面有一款的趋向啊。所以雅各是讲说你看，既然做人是安尼啊，看若你那要来特别来好款待伊，然后甲因看咱像同流来歹款待做双向的人伫第7节啊，特别伫第7节啊，伊讲恁兼毋是亵渎恁所敬奉的尊名嘛？当咱歹款待是论断做双向的人，咱是亵渎啥啊？恁所敬奉的尊名，咱所敬奉的尊名是啥？亵渎上帝的名，亵渎上帝的名。伫新约本的时阵伫一段新约本第2章第7节新約本伊怎啊来讲呢？第7節伊講，難道毋是因褻瀆迄個吊人的尊名嘛？迄個吊人的尊名嘛？誰吊人啊？原來是上帝來呼召人，上帝呼召人。那這個呼召真重要真重要，真趣味。伫舊約的時陣當上帝呼召一個人伊叫一個人的時陣這個人就真做屬於上帝啊。那屬於上帝伊點做上帝的產業伊甲上帝有一個真特殊、真親密的關係所以上帝所揀選的上帝所看重、上帝所聽的然後咱歹款待伊的時陣咱兼毋是按遐來褻瀆上帝的人嘛？咱兼是褻瀆上帝的名嘛？是的，有時陣伫教會內面有一個咱邊半的兄弟姊妹，兼且伊毋是，咱看到伊的生活，咱看到伊也閣有一個缺點兼且伊講話兼且伊的態度。咱認為講，哎呀，做一個基督徒，敢若真安尼無達到迄個標準但是聖經講，咱袂做咧，因為安尼來論斷因來敢若做來看輕伊來對因有偏見因為因是上帝所揀選的。咱就會記得一項上帝也閣是咧改變伊。當上帝拯救一個人的時陣伊毋但互咱一個新的生命伊要互咱一個新的生活。伊要改變咱的生活，當然毋是隨隨會改變
上帝用真多真长的方法啊，慢慢干呐，来制造咱啊，来制造咱啊，互咱啊拿来亲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咱对人啊，就有迄款的吞论啊。所以伫第7节到第5节到第7节的时阵啊，伊讲啊，当咱安尼来歹款待别人啊，其实咱是安尼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因为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啊。伫第8节到第13节啊，伊继续讲啊，伊讲经典记着讲啊，要听人亲像家己啊，恁若全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原来伊讲啊，当咱偏待人的时阵啊，咱是犯了这个至尊的律法。什么是至尊的律法啊？有人讲是对王啊所颁奖的律法啊，这至尊的律法啊，就是着听人亲像家己啊，听人亲像家己，这就是伫新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里讲啊，伊讲你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这段啊，这个是真重要的一节啊，因为伫新约圣经内面啊，有8摆啊，有8摆按遐来干呐来用啊一节啊，就是讲咱着听别人亲像咱家己，听家己真容易啊，听别人有容易无？无容易啊，啥实咧？咱无容易听别人啊，啊，咱对家己啊，常常真干呐，咱会宽容啊。咱会体贴咱家己，咱会体贴咱的软弱啊。讲哎呀，因为我真善啊，因为我心情无好啊，所以我才讲安尼话。但是咱有时阵对别人啊，咱却解啦，啊，咱无法体贴啊。咱就讲啊，伊讲安尼话啊，啊，因为伊对我无好啊，因为伊受气我，因为伊干啊，因为伊干啊。但是圣经我讲，咱着对待别人，亲像对待咱家己。咱若为着家己的缘故啊，咱若家己啊，咱较宽容啊，甚至咱有法通用真多的叫做 excuses 啊，安尼真多的理由啊，讲咱干哪，咱对别人啊，咱松宽也着安尼。但是咱爱知啊，上啊是咱的厝边，上啊是咱的厝边。咱在记得主耶稣基督讲一个真水的譬喻话啊，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因为有一位律法师啊，伊来问耶稣啊，伊讲耶稣啊，伫律法顶面，什么是最最重要的律法啊？耶稣讲啥？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然后你着听别人亲像家己。啊，这个看起来看得出是2条啊，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嘛？这个是最第一重要一条啊，其实就是听上帝，然后听人。然后这位律法师啊，伊就爱讲伊家己有理啊，伊就问耶稣，讲耶稣上啊是我的厝边啊，上啊是我的厝边。耶稣就讲了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譬喻啊。伊讲这个撒玛利亚啊，这个人啊，伊对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伊就拄着贼咧拍啊半死。然后伊倒伫遐的时阵啊，有3个人就经过，头一个经过啊是一个祭司。伊看到啊，伊就按边头过啊，也无插伊。第2是一个利未人啊，同款也是无插伊。第3位拄着伊的来看到伊啊，是一位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一位外邦人啊，是甲以色列人啊是无来去的。但是伊就有认主的心啊，伊就将伊安尼该抱起来啊，该载起啊到一个客点的时阵，用油安尼该抹啊，甚至可以徛客点。到伊要离开客店的时阵啊，伊就先将2个钱摕出来啊，互迄个店主来讲，当一个人好势的时阵啊，伊可以按遐欠的，伊若倒来的时阵，伊要个办。然后耶稣就问这个人一个问题啊，伊问伊啥物啊？咱看到路加福音啊，第10章第36节啊，36节啊。伊就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啊，伊讲你想，这3个人倒一个是落伫强盗的手中的厝边呢？伊就讲是人民意。耶稣讲你去照样行吧。所以人当伊问人问耶稣讲，啥是我的厝边？耶稣讲什么？你的厝边是有需要的人，有需要你帮衬的人，有需要你人民的人。
伫现主时的这个疫情内面，咱看到伫社会顶面有真多的需要，有真多的需要。咱菲律宾人有需要，咱看到中国人也是有真多人有需要。所以伫遮需要的时阵，咱要怎啊呢？咱有迄款人民的心，安遐来帮衬伊无？咱感谢主伫教会内面咱在中职因看到有需要，所以咱有用真多的方法真多咱也是用金钱然后买这个需要品，安遐来真济来帮衬遮有需要的人。咱也看到兄弟姊妹有人有安遐来奉献，虽然伫这个期间无法当来教会，有时阵奉献也是真艰苦但是咱就是鼓励讲，那有法通用 online banking 就是伫借着网络顶面安遐银行甲银行会安遐来算。咱看到是的，咱遮有真侪需要，但是有少也搁也多，咱袂晓要怎样帮助，所以咱就求主帮助咱互咱有聪明智慧，要怎样会来帮助。咱就知影咱资源拢总有限，咱无法通帮助大家，但是咱需要要怎样来帮助。伫阮一摆咧查经的时阵咧查课到一段，就有一个人就问我，伊讲牧师，我问者，咱遐主持伫街路顶面常常会看到真侪囡仔伫遐咧来赏钱咧来甲你讨钱讨1箍2箍也好伊咧讨，咱是毋是着互伊咱是毋是着有人民？咱知影有需要，咱毋是着互伊着人民的？你感觉怎样？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真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就讲有时阵做伫外面咧赏钱是毋是因请实因家己有需要？咱看到有真侪咱叫做集团还是集体是咧管一个控制遮囡仔叫因去赏钱，然后钱的时阵就交互因。甚至有一家人因讲伊要欠因食其实因钱摕去若毋是去跋筊，还是搁去安遐来回。所以咱要怎是毋是要来互因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会记得伫20年前应该是20年前有一摆12月拄好坐车伫安罗哈斯伯利伯去因为缺车，所以缺伫遐。我就看到街路顶面有囡仔2、3个因就去找人人若安遐行咧过因就甲伊唱啥物Jingle Bell Jingle Bell， 然后就要甲伊赏钱，要甲伊讨钱我就看到有一个外国人我看伊来菲律宾无偌久呢无，所以伊看到有人有一个囡仔来，有一个囡仔来找伊伊就安尼通规咧，做一个淡薄山钱互伊，伊互伊后，伊个囡仔真欢喜伊就走去。等囡仔走也要离开的时阵另外一个囡仔看到伊就赶紧走过来。伊走过来的时阵这个外国人偌济搁再互伊，然后忽然间咱看到有一群的囡仔来咯，3、4个咯，看我10几个咯，全规定来全直咧要甲伊赏钱。所以这个外国人伊毋知要创啥，伊就赶紧走伊一面走所以囡仔一大阵就安尼直来咧追伊咧接伊。我第二车咧，我看了的时阵，我讲伊是外国人所以伊毋知影。伫菲律宾特别12个，反正囡仔你互伊一个逐个人要来找你要怎？所以到底咱要互人毋免互人？我就跟迄个人讲我讲你知影无？伫菲律宾，咱有一条法律就是讲你袂做咧伫街路顶面互跩去食。你袂做咧赏伊？伊讲有吧？我讲照我知有就是伊就是要来无要鼓励人来帮助，因为一家去食，其实因有法通去做工，因无要所以我意思是啥物所以咱要帮助人的时阵咱就有聪明有智慧毋是讲毋通毋是讲隆重着。那隆重着的时阵，咱也是有限咱若钱咱也无法通隆重的来帮助，但是咱就会记得出发点是出去听别人
亲像听家己。然后伫第9节讲，但你若按照外貌款待人，便是犯罪，互律法定罪犯罪，互律法定罪犯罪。主耶稣伫遮雅各伊伫遮伊爱来强调一项互人看到什么偏心、偏见的严重性。伊是真严重的，因为这个是什么犯了律法犯了上帝律法，特别犯了这个至尊的这个律法。现在咱无想到咱无想到，讲偏见有反而严重，因为这个是得罪了上帝。其实咱人唔知影上帝的心意咱知影，咱听人就听人亲像家己，但是有时阵咱听袂入落去咱听袂入落去。什么叫做听人呢？这个 Warren Wiersbe 有讲一句话伊讲基督徒会听，唔是讲我着欢喜喜欢一个人我着唔是讲说我着爱这个人唔是讲说我着叫做什么伊所讲伊所做的逐项物件，我着赞成我着赞成。欠在伊咧讲话的时阵我无爱伊讲话的用词因为真多会三字经。欠在伊的习惯我无爱我也是无爱讲伊诚做我什么真知己的朋友但是基督会听基督徒会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咱着用基督会听，用主耶稣怎款待咱的个态度来款待别人款待用主耶稣基督怎款待咱的方法来款待别人。所以这个不是伊讲这个听，并不是咱的感情这个是出于咱的什么？咱的意志咱的意志讲我要安尼听伊，为着什么咱的动机是因为讲这是上帝所吩咐，是为着我要来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为着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当咱安尼去做的时阵圣灵会伫咱的心中慢慢的帮助咱互咱对这个人渐渐有一个好感渐渐有一个好感所以其实要听人亲像家己就是用基督的听去听伊。咱知是知但是咱有法通做到无？真侪时阵咱做袂来但是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伊知影咱的软弱，伊知影咱的软弱伊知影咱的需要，所以伫圣经内面伊互咱真水的这个应允伫记载伫倒啦，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书第36章，咱要对第25节看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伊讲我得用清水溼伫恁的身上，恁就洁净了。我要洁净恁，互恁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忧伤。然后呢，我要赐予恁这个什么新的心，然后将新的灵放伫恁内面。我将对恁的肉肉体中除掉旧的心，赐予恁肉的心第27节，我就将我的灵放伫恁的内面，互恁有法通顺探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应允上帝借着以西结应允以色列人，也是应允人。伊讲将来上帝要洁净咱的罪，唔单洁净咱的罪，伊要赐予咱这个新的心新的心，伊赐予咱有一个新的生命。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人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伊就成做新造的人。咱新造的时阵，上帝予咱一个新的心，予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的性情。唔单安尼，伊将新的灵放伫咱内面。这个新的灵是什么就是圣灵这个圣灵要点伫咱的内面，然后呢，互咱有法通顺探伊的律例。咱袂晓要怎来行，咱无法通行。
但是圣灵伫咱的内面，要互咱迄个力量有法通来行，有法通做主所爱咱做。所以伫第12节、第13节，伊继续讲伊继续讲伊讲恁既然要按照迄个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着这个律法讲话行事，因为迄个无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来看成。伊讲咱安尼做的时阵咱就无受无受什么审判。伊讲咱所做有一日上帝要来甲咱算账，上帝要来审判。伫圣经内面有讲到两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基督徒的审判，咱要徛伫主耶稣基督的台前伊的台前这个是互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然后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伫伫启示录第21章第20章讲到咱要徛伫上帝的白色的大宝座这是所有无信主的人，咱上帝拢要审判。上帝要怎样审判咱呢？头一项，咱所讲的每一句话，拢要受到审判。伫圣经内面，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安尼讲。我搁甲你讲，凡人所讲的圆话，当审判的日子，特确什么？逐句拢要讲出来，拢要讲出来。因为凭着你的话，定你做义；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咱所讲的每一句话，一日拢要逐句拢要干哪讲出来。第二，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上帝也是要来审判咱，甚至毋但咱所做、咱所想，也是咱的动机、咱心中的态度怎样，伊也相关要来审判。所以，当咱信主的人，咱一日咱要徛伫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当然，咱所犯的罪，包括咱所做毋对的代志，咱所讲毋对的话，主耶稣拢总要干要赦免。所以赦免了的时阵，咱做的物件拢除掉了，拢无了。但是咱徛伫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伊要审判咱是毋是有忠心伊所托付咱的工作，伊所予咱资源有偌济，咱有好好的用无？伊予咱的恩典，还是讲说伊予咱的恩赐有偌济，咱有好好的用？伊予咱真多的福气，咱毋但家己安尼来享受，咱有分送互别人无？上帝予咱的机会，咱有好好的来用无？咱有忠心伫伊所托付咱的一切的工作无？当然，伫无信主的人，将来要伫白色的大宝座顶面伫圣经内面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安尼甲人讲，伊讲我看起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拢要徛伫倒宝座顶面，按管要来点开，并且有另外一管来点开，是啥物？叫做活命的册。死了的人，拢要凭着一遮按管所记的，借着因所行的受审判。伊是海中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甲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因拢要照着逐个人所行的，照着逐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现在讲到有两个按管，两个按管，有一个按管呢是叫做活命册，名字伫活命册的就无受这个审判。咱就是信主，咱要徛伫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看咱有忠心还无。但是另外一管的按管，就是记载咱所行所做所讲的，咱要按照所做的来受审判。所以名无伫生命册的人，咱所行所做所想的，咱的动机什么？上帝要审判。
到时咱有法通徛日直条无？咱有法通徛日直条无？所以我看到雅各，伊伫第2章第1节到第13节，伊甲人讲啥物啊？毋通按着外貌款待人，咱着以听人如己这项代志啊，来代替按着外貌来款待人。当咱安尼来实行的时阵啊，咱是咧实行啥物啊？完全咱就是实行了律法的正义啊！律法到底是啥物啊？也上帝的律法其实就是听啊，就是听上帝，也着听人。咱要怎啊知影咱听上帝呢？就是借着听人安遐来表明出来。当咱听人亲像家己的时阵，咱是认命人的，咱是认命人的，咱也袂将来也无受审判。然后当咱会晓认命人的时阵，这是因为咱已经享受了，也是试着上帝伫基督耶稣来怎啊先认命咱啊，怎啊先认命咱。所以因为咱有得到上帝认命，咱就去认命别人；咱得到上帝听，咱就去听别人。这是咱的信仰。所以雅各这个真重要，常常直直咧提醒咱的，就是讲咱的信仰应该着来管理咱的行为啊，咱的信仰应该着来引出咱的行为，咱的行为里来表现咱的信仰，尤其是咱怎啊来对待别人，咱就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按遐来看别人。所以当咱早经到遮的时阵，合适咱爱问一个问，咱爱来想，伫今仔日的早经雅各书第2章第1到13节，上帝爱咱讲什么呢？爱咱做什么呢？伊对咱讲什么话呢？咱来问看觅，看在伫咱的生活当中，有啥需要咱听伊需要听伊亲像听家己，需要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伊，无需要唔通搁再以外貌来断定伊呢？愿主施恩祝福咱每一位。